愈学愈智慧。咱这世间有知讲，对一项应该做，对一项无应该做。唔通无应该做来做。所以为人者，只有有真心的认定的人，伊真正会判断讲，一个对，一个唔对，怎样了解？甚至人是道德的主体，人是道德的主体。人者是一个人，人心发扬，自作生命主宰。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个人心，发扬自作生命主宰。这个人，这个意念，就是讲咱这个人的心，从这个人摕来，这个人做咱的指挥官，做咱这个人体主宰人。做咱人体主宰人，人人处事大公无私，真正有真心的人，真正有真心的人，处事大公无私，所以好才能得其正，所以好甲歹，咱会家己分辨得出来。无呢，咱咧受到了解牵去食毒，牵去叫人乌白投资，做一寡无良心的代志。安尼敢应该，安尼无应该，安尼无应该，所以好甲恶，才会当得到平静。善恶只有真理，善甲恶要用啥来判断？用真理来判断，用真理来判断。明明真理就必然公正。若会当透过咱的研究，了解这个真理，必然心会公正。要想公正，就必须三度思心。要真正公正，你这个思心来三度就因为真人了无私心，因为这个人者伊无私心，所以才会当放心，才会当放心，咱才讲啥会对，啥会对，圣人安尼咱交代啦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过来第四章，自愿高知有仁义，这个叫定名章，小念做好。咱若真正知，就是真，咱的心拢是好，咱就恶。所以咱爱迄个好人来求道，来修道，来学道，嘛爱迄个歹人，迄个恶行爱改变，用咱的智慧去甲伊宣传，互伊歹的行为转变为好。所以高知有仁是恶呀。绝对袂讲，这个人无咧修道，以后我就对歹，袂使安尼做。咱来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，一体同仁，来治安安。所以空性不变的咱人，专心向善，如此心就多，无有邪念的三性。咱修道人无邪念的三性，是为为学在智，智在诚意，为学在咱的智，智是诚意。所以孔夫子伫《述语》第7章咱讲，伊咱讲，修道苦德，以有仁有无名。伊的四大目标，修行四大原则，修道、智仁道，福德所做出来，一定要根据德。有德伊才袂伊有仁，伊的记忆当中依靠仁，有仁，伊学了礼学，所以伊一定照礼学来做，所以咱修行学道一定要有艺术，大概学要有艺术，所以智在是诚意。智一定发伫咱内心，咱内心的真正诚意。智诚则道自明，智若诚，咱的道自然就明起来。智若无诚，
成者自成也，离道自道也。中庸在经咧讲，成者自成，成心流露，咱家己的成就，一定要家己的成就。所以成你家己得练。伊讲成者自成啊，离道自道也。知修学道，你会当成道，你会家己引导你家己去行。成者不知终始，咱就到了成心流露。伫修道过程中起步，咱来有成，不成不会。即卖即种把咱讲到就上些。所以知成则道自明，故者成也。故者就是成也。再来，知者生之妄者，知者生之妄也。咱的心，咱的智是伫倒咧？咱的心就是行对啊去。伫心成，才会有智。心若生心，那么伊就会做出真道出来。即必无为恶之事也已。自然，心就无做出了为恶的代志出来。所以真心不可用。咱这人的心会使用不了用。心海里道，自然拢所做出来、所行出来，拢是道。心嘛系善，所做出来都是善。只有此为弊，咱拢家系伫道理，自然恶的代志，咱都袂去做出来。所犯者，人无其智，其实就是之外。咱所忧患、所担忧的，是咱人无这个智，咱人无智。所以孔圣人讲：“我心有我而智有学。”伊规定是这样。三十而立，四十而归。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理顺，七十而终身所有不如意。伊15岁就开始认定伊的智，开始来学，开始来研究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袂使去无了解啊！所以呢，只有此必有弊。所犯者，人无其智；放任者，处心是全德。咱今仔日来修道，这个仁者，仁呢就是咱心的全德。故之有仁，即必先存初心。所以咱的心大概是仁。仁就是咱的全德啊，即必先存初心。天理之高，而起于仁义之事。那么，咱若真正家己伫即个仁的境地，这就是天理之高。那么，拢专心家己伫咧天理之高，自自然然，人事恶之心，恶念无诸而生这个事恶的心。这个恶念要去得生出来呢，之外，咱若不来做，咱自然会了解。你无去修，无进入去做，你袂当了解。这个道的奥妙甲宝贵伫对一样，敢若是讲，赶紧来趁钱，当足贵啊！迄社会世间足侪咱可以看，大企业家。大资本家趁遐尼济钱，甲后一日呢，伊老后的子孙是啥物话？咱若讲伊啥？是啥物话？只有是真大事尔，真大事尔。无讲咱的子孙要甲你兴功立德的啦，无啦。人讲一句好话，讲你就想老婆的话。咱哪讲啊？事实的代志，阮遐做，我使怎样？阮遐一个伊真好命，真好命。伊呢，伊出家啦。尾啊，毋知啥物原因，我毋知影。佮回家倒转来。回家倒转来，规通去了后，公然换头我往袂开。叫因遮医生讲道，家兴讲立德，讲无因无功无德。伊我迄时阵袂晓去兴功立德，
啊，伊进去伫遐无高位，拢在安怎啊？拄安怎？遐里面那是怎啊？赚钱啊，大家拢足有智慧哦，拢足好个啊！一个人去甲因嘛是，哦，30、40岁，一个人连500块，啊，伊的财产迄个时阵就几千万了呢，一个人连500块，你来来算，哦，有出咱大知，咱大知，咱真我了解真理，会做就该做，会度人就赶紧度人，有金光立德的机会，咱就赶紧兴光立德。咱的人生当空空来一趟就对了，当有空空来一转，咱的人生才有价值，啊，咱才心旷气怀。空性人，伫大学内面啊，征主论啊，古人哦，得人心旷气怀。有财产的人，伊讲，我倒来起个，我即间厝要起，变总要起，我都无，要开几千万、几亿万。有德行的人，伊就去想；有德行的人讲，我要安怎来成功一点？哦，我这个死后日也当永远存在。所以空性人讲啊，哦，讲我所游论的是名一世，哦，是一世名不清的。我归空去了，我这个名袂出。君主之友，哦，不世之名不清的，这个以后日。那讲就我讲，足深切个，比咱若读你若认真甲读，足深切，伫咱修道过程中，逐项都有印证，互你感觉你来得道来修道，不是空空的，真正担一担一大担，变去，哦，咱来了解，哦，过来第5章，无贵是人之所有，不立其道，得之不处也。民有间是人之所爱，不立其道，得之不弃也。君主弃人，阿谀相言。君主无将息之间为人，错处必有事，颠派必有事。咱这字来了，因为这本论语，我有经过两个老师考试，我经过两个老师考试，所以呢。我就读袂记，由初中去读到学校。我有阮遐济读较无来讲你咧读哪？我咧读儒语啊，你搁来一遍我听看觅。我就讲，哦，人家老三，地家老四，我读我就甲你爆了，啥甲你读咧？我歹咧，我读就甲爆咧，我你先去读哪？你去问别人，你去问我，毋甲你讲。我买了买遐歹心啦，我买遐歹心啦，哦，伊讲人家老三，地家老四，遐一个道无相像，所以我有互阮当时在这边一个中能力老师考试，因为一本论语安尼点甲阿讲吼，我就知影这本论语伊有过想的，哦，一定无像我哋，然后过伊遐一本。伊讲即个中间你要读的，中线咧读的，我讲哎，哦，中线你来我试一下，我有读但是可能无真个，所以呢，伊讲你敢要读册？我讲我就听住，伊即马就我试，我做一个堂弟拢大概，伊是叫上读，伊叫来争约翰最前咧读，过来呢。即摆伫高中咧尊进迄个有讲师，我还去调咱老周经理学，个老周经理学是一个，老周经理确实，伊个字足正确，个老周经理学是一个，所以呢，咱咧读爱要注意，无贵是人之所有，不立其道，得之不处也。民有间是人之所爱，这个叫做。以给意见来谈意见来解释，对。不立其道，得之不弃。君主弃人，阿谀相言。这个叫做阿，这个是叫做阿，这个阿谀相言。
君主有将士之间为人，错处必有时，颠派必有时。这个就个字啊，做错处必有时，颠派必有时。这就是孔子说明君主以人为先，不为不因外在环境不同而有所转移。伊讲好业甲好贵，是每一个人常在，但是毋是以真理、以正常的路线来得到，方式讲拢来，不出来讲拢来。平得钱是拢无一个人爱平得钱，但要好业，但要好贵。可是呢，毋是依着真理来消除伊的平得钱，伊嘛无爱对啦。所以君主离开了钱，要安怎成名？就是讲袂使离开了钱，君主必然保护成名。君主无将士之间为人，君主呢，若真正君主呢，含得食饭的一顿饭的这个时间，都袂使离开了钱的。错处就是讲，伫这代志足急的时阵，嘛袂使颠派。伫足困难，伫咧流浪的时阵，嘛袂使这就是孔子说明君主以人为先，不因外在环境不同而有所转移。万境天然，做有动心者，为师欲害。万境来伫这万境天然当中，最互咱的动心，就是欲害。咱落伫遮顶是转落伫这欲害当中。尤其是富贵甲贫贱，最易消磨咱的心智。富贵甲贫贱，甲会简单消磨咱的心智。夫子乃是人法，修得之君主，不处富贵，不去贫贱。这个孔圣人咱讲，修得君主。咱修道的君主唔通看富贵重要，贫贱就无爱。所以敬君主不出丢，定不出若贪富贵而养贫贱，即自利而行。咱若贪富贵，也来贫也就养这贫贱，咱就该接受。而无君主之实。但挂一个名无君主的实情，何所先期名安尼后就无走袂出。以君主为人，自富贵贫贱之间处世。君主的人，就是伫咧富贵甲贫贱内面，出甲想。所以孔圣人就咱讲不立其道，得志不取呀；不立其道，得志不弃呀。以自有将士，错处颠派之见。无时无刻而不用毅力，无时无刻一定爱用心，修人学道，所为之行。咱今仔日修人学这个道来所为，看咱处在什么境界。我中央甲咱讲，君主爱所基于之行，所富贵行富贵，所贫贱行贫贱。所依德用依德，所患难去患难，所爱所为之言。然而人道无处不在，咱要修道要行人的功夫，对一件都有无处不见，对一件都拢会当做。孔子才传，人万何在？我用人事人事。孔子讲，人离开了无望，咱若要做人，故君主为人，岂可？不无时无处不用其的财，只卖咱修行学道，咱袂使无用咱的利用去做。若是即将无负人道，咱人当安尼做咱无辜负人道。而归君主是现在，后日咱就到君主的境地来只卖咱了解，咱即款。这个问题
大众礼。这讲出这一道光，一道光。他们。